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早記二台，我係早記啊。今集咧就會同大家倒數一下香港嘅10大颱風。喺開始之前咧，就問問大家啦，你哋心目中咧喺香港戰後最強嘅颱風係邊一個啊？咁啊喺下邊嘅留言區咁啊寫低啦，咁睇一睇啦。今集嘅講嘅最強嘅颱風同你寫嘅咧係唔係一樣啊？咁今集啦就會啦係用咧大家都應該熟悉嘅一啲嘅颱風，以及咧係天文台總部最高嘅陣風紀錄咧係作為一個指標，咁啊嚟到咧係排列翻最強嘅10大颱風啊。咁咧就會係用一個倒數嘅形式係同大家去倒數翻啦。咁咧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咯。咁開始之前啦，希望咧大家可以睇一睇啦，有冇訂閱到呢一條嘅早記二台嘅頻道啦。咁如果未訂閱嘅話咧，希望咧大家係可以幫手啦，可以撳一撳訂閱嗰個掣啊。咁因為係全新嘅頻道啦，所以咧係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啊。咁如果都 OK 晒嘅話咧，我哋而家即刻今日嘅倒數啦。第10位嘅颱風咧就係2017年嘅天鴿啊，咁佢嘅總部最高陣風紀錄咧就係每小時111公里啊，咁超強颱風天鴿啦喺2017年8月啦就係正面襲港啊，係香港人咧踏入去21世紀之後啦，實測威力咧係極強嘅熱帶氣旋啊。咁喺風暴肆虐期間啦，香港天文台總部錄得嘅最高陣風達到咧係每小時111公里噶。咁天鴿吹襲嘅期間啦，咁啱啦就係撞正天文大潮喎，強烈嘅風暴潮再加上係海水嘅湧浪咧，引發咗啦係多個沿岸低洼地區嚴重海水倒灌噶。咁其中啦杏花村、大澳同埋咧係鯉魚門一帶啦，全線啦係淪為澤國噶。咁啊大浪啦，甚至啦係直接啦係湧入去屋苑嘅地下停車場添啊！咁陸上嘅災情啦，同樣咧都係嚴峻嘅。全港各區出現咗啦係廣泛嘅棚架倒塌，同埋咧係玻璃幕牆嘅損毀啊！當時啦最令人震撼嘅畫面啦，莫過於咧就係網上瘋傳紅磡星御門一架外牆工作吊船啦係被強風吹到失控啊！喺半空中啦，好似啦就係鐘擺咁樣啦，係多次啦猛烈撞擊大廈外牆同埋單位嘅窗戶啊，導致啦多層玻璃粉碎㗎。咁喺經濟損失同埋傷亡方面啦，雖然啦天鴿喺香港啦好彩啦就冇人死亡啦，但係咧直接啦就係導致咗啦129人受傷啊。同時啦佢對鄰近嘅澳門啦係造成咗啦毀滅性嘅破壞，奪去咗啦係10條人命咁多㗎。並且咧係對成個嘅粵港澳大灣區嘅基礎設施啦係造成咗極其嚴重嘅打擊啊！咁天鴿啦就可以話係咧第2年超強颱風山竹嘅前奏啊！正正啦，因為天鴿帶嚟嘅極端破壞力啦，係徹底啦喚醒咗啦香港市民同埋啦一啲物業管理嘅公司啦，對於低窪沿岸地區防洪、安裝防水閘，以至啦係高空嘅構築物同埋啦係玻璃幕牆安全嘅防範意識啊！第9位嘅颱風啦，就係喺上年啦，相信啦大家都仲係記得佢嘅華嘉莎。咁佢嘅總部最高陣風啦，係去到每小時140公里㗎。咁超強颱風華嘉莎啦，就喺2025年9月啦，係侵襲華南沿岸啦。佢嘅環流結構啦係廣闊啦，而且咧風力啦係持續猛烈㗎。咁呢一個颱風喺發展嘅過程入邊啦，佢外圍嘅雨帶啦係先為台灣嘅花蓮地區啦帶嚟咗啦係極端嘅降雨量啊！並且咧係引發咗嚴重嘅山洪啊！咁之後咧，風暴嘅中心啦就係維持住咧極高嘅風速向西北偏西方向係移動嘅，最後啦就喺廣東省一帶係登陸嘅。咁呢一場風災啦，對於整個嘅粵港澳大灣區嘅基礎設施、農業同埋商業嘅活動啦，係造成咗顯著嘅破壞嘅，帶嚟咗啦係大範圍嘅經濟損失㗎。香港天文台喺9月24號凌晨嘅2點40分啦，當時就正式係發出咗啦一個10號颶風嘅信號喎。咁由於同年7月香港啦已經係受到颱風韋帕影響啦，而係發出過10號嘅信號咧，呢個咧就令到啦喺2025年啦係成為咗啦自1964年以來啦
係香港歷史上少有喺同一年入邊啦，係兩度發出最高級別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年份啦。咁喺路徑上面啦，華嘉莎啦並冇喺香港50公里嘅範圍入邊係正面掠過嘅，而係啦維持喺啦係較遠嘅距離啊。咁最接近嘅時候咧，就係喺香港以南嘅大約120公里啊。但係啦，由於佢嘅烈風同埋颶風半徑咧係極大啦，成為咗香港戰後啦係距離最遠，而且咧唯一係喺非正面襲港情況之下啦，仍然令到啦係天文台發出10號信號嘅遠距離熱帶氣旋啦。咁喺風暴期間啦，雖然天文台總部啦係錄得嘅最高陣風係每小時140公里啦，但係氣壓驟降同埋咧係強風啦，係引起咗嚴重嘅風暴潮噶。強烈越堤巨浪啦，係令到柴灣海濱、杏花村同埋將軍澳海濱呢啲低洼同埋臨海嘅地區啦，係出現咗大面積嘅海水倒灌啊！咁根據官方嘅統計啦，華嘉莎喺香港境內啦，係一共啦係造成咗101人受傷噶。全港咧各區係錄得高達5062宗嘅塌樹嘅報告。另外咧，香港國際機場啦係有超過700班航班啦係被迫取消啊，導致啦城市交通同埋商業運作啦係全面停擺嘅。第8位嘅颱風啦就係1964年嘅代替，咁佢嘅總部最高陣風啦就係去到每小時157公里啊。颱風代替啦就喺1964年嘅10月啦係正面吹襲香港嘅。佢巨大嘅風眼嘅西面邊緣啦，係喺10月13號嘅早上啦，係掠過香港嘅。風暴中心啦，最後就喺天文台以東約係35公里處啦，係登陸嘅。咁喺風眼邊緣橫過期間啦，天文台嘅總部啦係錄得啦係氣壓驟降，而且咧風速咧係曾經咧短暫顯著減弱嘅，係成為咗香港氣象觀測史上咧經典嘅風眼現象嘅記錄啊！咁由於同年嘅超強颱風露比啦，已經係喺9月啦，係迫使天文台啦係懸掛過10號風球啊！咁代替嘅到嚟啦，就令到啦1964年啦係創下咗香港歷史上面啦罕見嘅1年2度發出10號颶風信號嘅記錄啊！全港市民喺短時間之內啦，就連續啦係面對住2次極端嘅風災考驗啊！喺風暴核心圈到達嘅前後啦，天文台總部啦係錄得啦高達啦每個鐘頭157公里嘅最高陣風啊！咁除咗強風破壞啦，代替啦，更加啦係為香港咧帶嚟咗連續幾日，而且咧係高達數百毫米嘅持續暴雨啊！咁呢一場大雨喺全港多處啦，係引發咗嚴重嘅山泥傾瀉同埋廣泛嘅水浸啊，導致啦好多係依山而建嘅臨時木屋區、棚架以及啦係老舊嘅唐樓嘅結構咧係受損啊！部分嘅建築物啦，甚至啦係出現大面積嘅倒塌啦。咁根據歷史嘅災情紀實啦，呢一場風災啦，最後啦就喺香港啦係一共啦釀成咗26個人死亡、85人受傷啊。暴雨同埋山泥傾瀉啦，係摧毀咗大批基層市民嘅居所啊，導致啦全港幾千名居住喺木屋區同埋低窪社區嘅災民啦，喺災後啦係無家可歸噶。第7位嘅颱風咧，就係喺近年嚟咧，大家啦對佢好印象深刻嘅2018年嘅山竹啦。咁咧，佢嘅總部最高陣風紀錄咧，就係去到每小時161公里啊！超強颱風山竹咧，就喺2018年嘅9月啦，係橫過南海北部啊！佢廣闊嘅環流同埋完整嘅結構啦，係為香港咧帶嚟咗嚴重嘅影響啊！風暴影響期間啦，香港天文台總部啦係錄得啦係最高陣風每小時161公里啊，而且啦強風同埋低氣壓啦更加啦係引發香港現代史上咧最嚴重嘅風暴潮啊！咁又係啦係導致杏花村同埋沙田城門河呢啲嘅地方係嚴重海水倒灌同埋損毀嘅。咁呢一場風災對於香港嘅基礎設施啦，亦都係造成咗廣泛嘅破壞啦。全港啦係錄得幾百宗嘅玻璃幕牆損毀報告，包括啦係紅磡海濱廣場2期寫字樓嘅嚴重破損啦。陸路嘅交通方面啦，係創紀錄嘅超過6萬宗塌樹報告，嚴重咧係堵塞咗主要嘅幹道同埋鐵路嘅，咁導致喺災後嘅第2日啦，地面嘅交通啦係接近完全癱瘓嘅。
第6位嘅颱風啦，就係喺1979年嘅荷貝啦。咁佢嘅總部最高陣風啦，係去到每小時175公里啊。咁超強颱風荷貝啦，就係喺1979年嘅8月啦，係侵襲華南地區啊。並且咧係以每小時高達32公里嘅罕見高速咧，係橫過新界北部噶。咁由於佢嘅移動速度係極快啦，咁呢一場風暴咧係導致咗香港天文台發出嘅10號颶風信號啦，係只係維持咗3小時有45分鐘嘅啫。咁儘管啦，暴風肆虐嘅時間係相對短暫啦，但係喺風暴核心圈嘅直接掃掠之下啦，天文台總部啦，依然啦係錄得高達每小時175公里嘅最高陣風啊，展現出啦係極強嘅風力同埋破壞性噶。喺風暴期間啦，強勁嘅颶風啦，對於海上交通同埋港口設施啦係造成咗嚴重嘅衝擊啊！一艘啦係萬噸級嘅希臘籍遠洋貨輪阿賓拿號啦，就喺香港海域入邊啦，因為強風啦係導致啦係斷錨失控噶，咁啊隨後啦就順住風向啦係喺維多利亞港入邊係漂流啊，最終咧就係直接撞向尖沙咀嘅天星碼頭啊，造成碼頭結構啦係嚴重損毀噶。同時啦，荷貝對於新界地區嘅農業咧，亦都咧係帶嚟咗打擊啊。廣泛地區嘅農作物、蔬菜溫室同埋啦係魚塘設施啦，都係遭到完全摧毀啊！咁根據官方嘅統計啦，呢一場風災喺香港啦係一共造成咗啦12人死亡，同埋啦係260個人係受傷嘅。第5位嘅颱風咧就係1983年嘅愛倫啦，咁佢嘅總部最高陣風咧就係每小時185公里啊！超強颱風愛倫啦，就喺1983年嘅9月啦，係正面侵襲香港噶。咁係1980年代襲港威力最強嘅熱帶氣旋嚟噶。風暴期間啦，香港天文台總部啦就係錄得啦高達每個鐘頭185公里嘅最高陣風啊，而長洲氣象站啦更加啦係錄得啦每個鐘頭238公里嘅極端陣風啊。愛倫嘅強風風勁啦，對於維多利亞港以及啦係鄰近嘅海域嘅海上交通啦係造成咗嚴重嘅影響噶，導致啦港內多達22艘嘅遠洋巨輪啦係發生斷錨或者啦係擱淺嘅事故啊。咁除咗海上嘅災情啦，香港多個沿岸同埋離島地區咧，亦都啦係受到嚴重嘅衝擊啊。大嶼山嘅梅窩同埋咧係大澳咧就成為咗重災區啦。咁兩地啦係大量臨海而建嘅傳統棚屋啦，係受到颶風咧直接摧毀噶，甚至咧係被強烈海浪同埋風暴潮啦係整個啦係捲走噶。咁喺陸上嘅基礎設施方面啦，強風啦係吹塌咗新界多處地區嘅高壓電塔啊，導致啦新界大範圍供電系統係中斷噶，高達啦8萬戶嘅住戶啦係面臨數日嘅停電啊。咁部分地區嘅抽水站啦，亦都啦係因為缺乏電力啦，而令到啦洪水啦係受到波及啊，城市運作啦係受到顯著嘅阻礙噶。咁根據官方歷史嘅災情統計啦，呢一場風災啦，最後啦喺香港境內啦係共造成啦10人死亡、12人失蹤，以及啦係333人受傷啊，成為咗啦係80年代香港市民記憶入邊極為深刻嘅噩夢噶。第4位嘅颱風啦，就係1960年嘅瑪麗啦。咁佢嘅總部最高陣風啦，就係191公里每個鐘頭啊。咁颱風瑪麗啦，就係喺1960年嘅6月啦，係侵襲香港嘅。佢嘅移動速度緩慢啦，而且咧路徑曲折啦。咁由於啦風暴喺香港附近嘅海域啦，係長時間徘徊啦，導致咧天文台嘅10號颶風信號啦係持續懸掛咗啦係9個鐘頭有10分鐘啊！咁喺風暴期間啦，瑪麗嘅風眼啦就喺香港嘅西北偏西約係10公里啦，係掠過並且係登陸噶。佢強烈嘅暴風圈啦就係直接啦橫掃咗離島長洲同埋沿岸嘅地區啊！強烈嘅風力啦，對於當地啦係造成咗嚴重嘅破壞噶，導致長洲多座嘅建築物受損倒塌噶。而長洲同埋新界大埔一帶嘅大量臨海臨時木屋區咧，亦都啦係喺颶風入邊啦遭到啦係全面摧毀噶。咁呢一場風災啦，對於香港嘅漁業同埋海上居民啦係造成咗極大嘅打擊啦。咁啊，被視為啦係一場漁民嘅浩劫啊！
大批停泊喺維多利亞港內同埋咧係長洲避風塘嘅漁船同埋小艇啦，喺強風巨浪入邊啦係沉沒或者啦係嚴重損毀啊！風暴咧最終咧就係導致咗45個人死亡，127人受傷，另外咧係有11個人係失蹤啊！咁除咗強風嘅直接破壞啦，瑪麗咧仲為全港啦係帶嚟咗高達啦係427.5毫米嘅強降雨啊！暴雨引嚟咗新界啦多處地區發生啦係嚴重嘅山泥傾瀉，同埋咧係廣泛水浸噶，令到陸路交通同埋農田啦係大面積受災噶。排第3嘅咧就係喺1971年嘅露絲啦，咁佢嘅總部最高陣風啦就係每小時224公里啊，咁超級颱風露絲啦。就喺1971年嘅8月啦，係正面吹襲香港啊！咁佢嘅風眼啦，就喺8月17號凌晨啦，係先後掠過咗長洲以西同埋係大嶼山啊，隨後啦就橫過荃灣同埋新界嘅地區。咁喺風暴中心橫過嘅期間啦，香港天文台總部啦係錄得高達啦每小時224公里嘅強烈陣風，而部分離岸島嶼同埋高地啦，就好似係長洲啦、橫瀾島啦呢啲啦。亦錄得啦係接近每小時200公里嘅極端風速啊！咁露絲猛烈嘅風力啦，對於香港周邊嘅海域啦係造成咗毀滅性嘅衝擊啊！其中最嚴重嘅災難啦，就係發生喺昂船洲至到大嶼山東北角嘅海面啦。當時啦，遠洋客輪佛山號啦就喺颶風中啦係不幸啦斷流翻沉啊！船上面92個人入邊啦，最後啦只有4個人係生還啦。咁呢一場88個人罹難嘅沉船慘劇啦，係震驚咗成個嘅香港社會噶。喺陸地嘅設施方面啦，露絲嘅強風啦，亦都啦係吹塌咗啦全港多處地點嘅高壓電纜啊，引發九龍同埋啦係新界地區出現啦係大範圍嘅嚴重停電啦，導致幾萬名嘅市民啦係失去咗照明同埋電力噶。咁喺黑暗入邊咧係度過風暴之夜啊！咁根據官方嘅災情統計啦，呢一場破壞力極大嘅風災咧，最後喺香港啊，係釀成咗110人死亡、286人受傷嘅慘重傷亡啊！喺香港戰後歷史嘅所有熱帶氣旋嘅災害入邊咧，佢嘅傷亡人數啦係高居啦第2位噶，僅次於啦係1962年嘅溫黛啊！咁由於啦露絲具有係移動速度極快，而且啦係路徑異常飄忽嘅特點啦，當時嘅氣象技術啦喺追蹤同埋預報上面啦，都係面臨啦極大嘅挑戰啊！咁呢一次嘅預報教訓啦，亦都啦係成為咗香港氣象發展嘅重要轉捩點啊！第2位嘅咧就係喺1964年嘅盧比啊，咁佢嘅總部最高陣風咧就係每小時227公里啊！超強颱風盧比啦，就係1964年嘅9月啦，係侵襲香港噶。喺記錄上咧，佢係引致香港發出10號颶風信號嘅熱帶氣旋入邊咧，新城位置係最北嘅一個嚟噶。盧比最初咧就係喺太平洋巴士古以東約係1100公里嘅海域成形啊，隨後咧就以極快嘅時速啦係向偏西方係移動噶，咁啊橫過咗呂宋以北海域，並且啦係喺南海嘅北部啦係送出增強成為超級颱風噶。咁由於佢嘅移動路徑穩定啦，而且咧個風力啦係結構緊密啦，佢咧好快咧就逼近本港噶咯。咁喺風暴發展去到巔峰之際啦，盧比嘅風眼啦就喺香港天文台總部以南啦，約係30公里嘅近距離啦係掠過噶。喺佢強烈嘅核心環流嘅直接環數之下咧，天文台總部啦係錄得啦高達每個鐘頭227公里嘅強烈陣風啊！呢一項紀錄啦，至今啦仍然啦係高居喺香港戰後歷史實測陣風風速嘅第2位啊，僅次於啦都係溫黛啊。強風咧就喺維多利亞港內同埋周邊嘅海域啦，係引發咗啦嚴重嘅沉船災難啊！風暴期間啦，有多達啦係20艘遠洋巨輪咧喺港內啦係擱淺或者啦係拋錨噶。另外啦就有超過啦係1300艘停泊喺各避風塘同埋啦係沿岸嘅小艇同埋漁船啦，亦都係遭到沉沒、擱淺或者係嚴重損壞啊！根據當年嘅官方統計啦，呢一場破壞力極大嘅風災啦，喺全港啦係造成咗174人死亡、940人受傷，以及啦係14個人失蹤啊！
災後嘅災情啦，主要啦都係集中喺大埔、港九同埋係荃灣嘅一帶啊。幾千間依山而建嘅臨時木屋同埋咧係村屋啦係崩塌啊，以及啦喺市區入邊大量嘅招牌同埋咧係高空墜物啦，係擊傷行人啊。咁路比嘅侵襲啦，唔單止啦係對於香港咧係造成咗顯著嘅財物同埋生命嘅損失啦。咁就如之前所講啦，佢咧就同埋咧係同年喺10月啦係侵襲本港嘅代替啦，係前後呼應啊，共同啦係創下咗啦喺1964年1年之內啦係2度啦發出10號風球嘅罕見歷史記錄㗎。嚟到第一位啦，相信大家啦已經係估到啦。咁佢咧就係喺1962年嘅溫黛啊，佢嘅總部最高陣風咧就係每小時259公里㗎。超強颱風溫黛啦，就係喺1962年嘅9月啦，係吹襲香港啦。咁係香港二戰後咧威力最強、破壞力啦係最大嘅熱帶氣旋啊！至今啦仍然啦係保持住香港天文台多項氣象歷史最高嘅紀錄啊！咁喺風暴嘅發展去到巔峰嘅期間啦，溫黛嘅風眼啦係直接啦橫過咗香港嘅境內啊！天文台總部啦就錄得啦係高達每小時259公里嘅驚人陣風啦，而位於啦係維港東面入口嘅海軍船路風速計啦，更加啦係錄得啦係284公里啊！咁呢一項極端風速紀錄啦，至今喺香港啦仍然啦係未被打破㗎，奠定咗啦佢嘅戰後風王嘅歷史地位㗎。咁除咗極具毀滅性嘅強風啦，溫黛喺襲港期間啦係適逢啦係天文大潮啊，兩者疊加起上嚟啦，就引發咗啦係歷史性嘅嚴重風暴潮㗎。強烈嘅颶風咧，將大量嘅海水啦係推到去狹窄嘅吐露港啊，海浪啦迅速啦係越過咗堤岸，並且啦係湧入到沙田一帶嘅低窪平原啊。喺當時咧，沙田錄得嘅水位啦係高出海圖基準面，達到咧係5.03米啊！咁呢一場突如其來嘅嚴重海水倒灌啦，令到沙田啦同埋係鄰近沿海嘅村落啦，即刻啦就係浸晒㗎。咁大量村民啦就喺瞓緊覺入邊啦，係被啦係洪水圍困啦。咁根據翻記錄啦，呢一場世紀風災啦，最後啦喺香港啦係造成咗183人死亡、388人受傷、108人失蹤嘅慘重傷亡㗎。並且啦係導致啦全港係超過啦7萬名嘅市民啦喺災後啦係無家可歸啊！咁啊係香港戰後傷亡人數啦最嚴重嘅自然災害嚟㗎啦。好啦，咁今集嘅倒數啦就完成咗啦。唔知大家有啲咩嘅睇法同埋感想呢？歡迎喺留言區嗰度留言啦。喺離開之前啦，希望大家啦記得係訂閱呢一條嘅早記二台啦。咁啊多謝晒，咁我哋下條片見，拜拜。